华航机师的这个感染事件已经累积到11位，那另外也有3位这个经过检测有抗体的阳性反应，那因此我们必须要进行更大规模的追踪、隔离跟检测。那目前已经请部桃进驻华航园区，那么同步进行 PCR 核酸检测、抽血做血清的抗体反应，以及注射接种疫苗。这个检、抽、打要3个动作都完成。我们希望在5月10号以前能够完成。那我们也向中央建议，那么要扩大这个追踪。那因此包括机组员、地勤人员、行政人员、外包人员都要尽量纳入，减少华航的群聚的风险，以及减少有潜在的传播链的可能性。那另外，因为我们除了这个近距离接触的需要居家隔离追踪以外，警察局跟这个环保局、这个卫生局那针对足迹的热区我们已经进行了全面的消毒。那足迹的公布仍然以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为准。那我们消毒的范围还蛮大的。那我请市府团队必须要及时疫调、及时消毒、及时隔离。那另外针对有阳性反应的这个抗体反应的这个近距离接触的民众，那我想我们就进行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。那这个部分因为有2个孩子在西门国小，所以2班停课1周，改成线上教学。那我想这部分虽然有抗体反应，那么这个感染的风险是跟一般的这个确诊案件不同，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以高标准来处理。所以西门国小那2班就停课1周，我想这个是必要的一个保护措施。